你們只要敬畏耶和華，誠實全心侍奉他，因為你們已經看過他為你們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撒母耳記上12章24節。你或者認為誠實係一個形容詞，係喺度講誠實地服侍他，仿佛呢一位先知喺度勸勉國王要正確或者係誠實地按照正確的教義服侍神。然而咁樣嘅解釋係大錯特錯嘅，佢係描述我哋應該以乜嘢方式服侍神，話俾我哋知應該可靠地服侍神，應該按照神可靠話語嘅所有要求嚟服侍佢。換一句話講，誠實地侍奉神意味住言出必行。誠實地侍奉神表示真正將佢嘅話當真，以至於冇任何遲疑或者係後悔咁喺生活中將佢嘅話實行出嚟。呢個係打從心底嘅服侍神，尤其是係心呢個字，喺希伯來思想裏面係意志、決定同行為嘅中心。誰能夠住在神的聖山上？只有那些心中說誠實話的人，亦即係將佢領受嘅神親口講嘅所有話語，真心誠意咁活出嚟嘅人。今日就等我哋努力操練，喺生活中用全心全意行在真理裏面嘅方式嚟到侍奉佢。誠實講嘅並唔係我哋，而係神，佢先至係唯一誠實可靠嘅嗰一位。我哋認為嘅委身同信實，都不及佢信實嘅1/1000。神從來冇試過喺應許上食言。誠實係神性情嘅屬性，真誠、信實同可靠，乃是出於神。所以我哋蒙召係為咗要效法神嘅天性，而唔係將誠實彰顯出嚟，仿佛佢係病喺我哋裏面嘅。為咗能夠誠實咁服侍佢，就必須放棄而家嘅我哋，通過順服嚟到效法佢嘅生命。耶穌要話俾我哋知，佢係徹底可靠、完全信實、全然穩定。佢嘅應許從來唔落空，佢嘅愛從來唔褪色，佢嘅委身從來唔會逃跑。神嘅行為展示咗誠實嘅含義，我哋嘅行為亦都應該要效法佢，透過跟從佢，一心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定意要順服神嘅指示。包括日子、吃喝、人、衝突、生意等等，我哋就會被改變，成為信實可靠、活着同行動嘅模範。我哋唔係因為追逐誠實而達到嗰種境界，我哋係因為追逐神，佢喺過程中改變咗我哋，而成為誠實。我哋唔係希臘人，真善美唔係我哋嘅目標，神先至係我哋嘅目標。誠實係追求過程中結出嘅果子。